為咗幫助青少年建立正確嘅人生觀，由 Roadshow、Snacks 潮人館、基督教香港信義會、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聯合主辦生命農夫學校巡迴活動，透過3位生命農夫高浩正、狄義達同埋葉文輝走入校園，鼓勵青少年自強、尋夢同埋關愛。正所謂助人為快樂之本，身兼電台 DJ 同埋歌手嘅啤梨葉文輝日前聯同義工團隊走訪校園，分享做義工幫助人嘅經歷同埋得着。之後就同狄義達一齊唱出《生命農夫》主題曲《拉着生命》，鼓勵大家燃亮生命，關愛他人。我想問你做義工有咩得着呢？做義工嘅得着好多㗎，咁當我做義工嘅時候，因為身邊啲人都好 positive，所以咧令到我有啲咩唔開心咧，我都會唔記得嘅。Shelly 你好啊，我想問下你咧，點解會有時間做義工嘅？咁首先咧，我覺得其實唔好當義工係一份工啦，其實義工咧都可以係一個興趣，係一個消遣嚟㗎。你平時咧做嘢咁忙，又要做義工，我想問下你覺唔覺得好辛苦㗎？唔辛苦，你去玩辛唔辛苦啊？一樣嘅啫嘛，其實即係我做義工嘅時候好似玩咁，所以我一啲都唔覺得辛苦啊。咁我覺得呢個活動好有意義啦，透過遊戲、透過短片去鼓勵我哋同學去做義工。我覺得啤梨佢人好好啦，工作咁忙都肯抽時間嚟做義工，我好欣賞佢。個活動咧好正面啦，特別係嗰首歌啦、主題曲，我就覺得啲歌詞好有意義啦。咁希望第時有多啲同樣嘅活動啦。